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uki 啊。今日同大家上嚟睇嘅咧就係我哋大埔本身嘅上研單位喎。我哋不如四周圍睇下。好，今日同大家上嚟睇嘅咧就係呢一個第7座8樓嘅 D3室，我哋叫做一房 plus 嘅單位，實用面積就367尺。咁呢度咧就做咗個裝修嘅，有啲巧妙嘢㗎。我哋不如入去睇下。咁就採用咗呢一個智能嘅門鎖。發展商做咗個設計，呢一度就做咗一個榻榻米台。咁而我哋大門嘅後邊呢，就係浴室。咁佢係一個名廁嚟嘅，咁就唔會話黑廁，裏邊就儲住啲蒸氣啊嗰啲啦。住宅單位之裝修物料及設備，以文化合約規定作準。好，咁我哋就再出翻去客飯廳睇一睇。更改裝置、裝修物料及設備，內容僅供參考，亦不構成，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良用事或隱含之要約陳述。咁望埋個主房先。咁發展商呢度咧就安放咗一張5尺嘅床。第7座8樓 D3室，一房無改動示範單位。此單位實用面積為367平方尺，客廳外連特大露台、合併工作平台，實用面積40平方尺。開放式廚房先，間隔方正實用。頭先咪同大家介紹過呢一個單位咧，都會有一個少少嘅巧妙嘅，就係喺呢一個位啦。咁如果我哋需要發展商去做埋呢一個嘅榻榻米餐台位置，又可以嘅，或者仲有另外一個 pattern， 我哋都可以俾我哋選擇嘅噃。我哋過嚟呢邊去望下。如果我哋唔中意個榻榻米嘅話，想間多一個房呢，都有可能嘅喎。由發展商幫我哋去代搞，就利用咗頭先榻榻米嗰個位置，就可以間多一個房間出嚟。咁其實就已經係可以當2個房間用。呢一度就係一個直立式嘅衣櫃，做上頂嘅。我哋開嚟睇下先。儲物櫃，雖然單位細小，但係5臟俱全。咁好啦，除咗我哋安放床之外呢，如果我哋選擇我嚟做一個書台，亦都可以嘅。我哋又再望翻呢一個位置。以上為第7座8樓 D3室一房無改動示範單位的介紹，請向前其他間隔設計房型可供大家參考。如果大家對我介紹呢個上研有興趣，想實地上嚟睇下示範單位，或者去現場睇嘅呢，可以隨時聯絡我㗎。